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楓葉。咁我哋今日要嚟探討下，究竟點解咁多人中意嚟日本旅行呢？係因為文化、美食定係乜嘢呢？咁我哋今日就一齊嚟探討下啦。而呢一條片嘅資料來源嘅連結就係喺呢一度，咁大家都可以嚟睇下噶。咁睇到呢度，如果你亦都中意拖嘅片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啦。因為呢個 channel 之後都會拍好多唔同嘅 talk 啊同埋 vlog 噶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咁首先，日本有豐富多元嘅文化體驗，由古老莊嚴嘅神社寺廟去到好精緻嘅茶道文化，日本處處都展現咗好悠久嘅歷史系統㗎。直到現代嘅流行，例如動漫啊、cosplay 啊，同埋電子遊戲呢種流行文化，由歌舞技藝表演，直到現代嘅藝術展覽，而呢啲文化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喜好同埋唔同地區嘅遊客。咁第二啦，就係日本有好多美食，日本擁有全球最多嘅米芝蓮星級餐廳，簡直就係美食愛好者嘅天堂啊！而平價嘅街頭美食都令人非常之難忘，而獨特嘅居酒屋文化、抹茶體驗等，都令我哋深入咁了解咗日本嘅飲食習慣。咁第三個啦，就係四季分明嘅自然美景，春天就有櫻花嘅盛開，令人陶醉嘅粉紅色花海。咁夏天就有花火大會同埋夏日祭典，可以好好咁享受同埋體驗日本嘅夏日氛圍。咁秋天就係紅葉季節，欣賞楓葉將山染成金黃同埋紅色嘅壯麗景象。咁最後冬天啦，就有白雪覆蓋嘅自然美景，可以享受滑雪啊、浸溫泉呢啲樂趣。咁第四就係日本有好安全嘅旅遊環境，有好安全嘅公共交通，有發達嘅鐵路網絡，而新幹線都可以令我哋好輕鬆咁玩遍全國。而日本嘅治安都非常之好㗎，好低嘅犯罪率令到遊客可以好安心咁玩。而日本嘅清潔環境都非常之出名㗎，公共場所總係可以保持住非常之乾淨嘅環境，令到遊客有一個好舒服嘅旅遊環境。跟住啦，日本其實係一個購物天堂嚟㗎，由高科技嘅電子產品去到傳統嘅工藝品都有，而且日本有好多高質量嘅化妝品啊、藥妝啊、保健品之類嘅物品，都深受遊客嘅喜愛㗎。而且日本嘅二手市場都非常之龐大，遊客可以喺二手店度揾到珍貴嘅古董同埋收藏品。最後就係日本可以成功咁做到科技同埋傳統嘅完美融合，日本能夠體驗最新嘅科技產品同埋服務，例如機械人酒店啊、機械人餐廳之類，而且都能夠欣賞好精湛嘅工藝技術添，例如刀具製作啊、陶瓷藝術等。咁最後啦，就係日本嘅魅力更加可以在於佢滿足唔同遊客嘅需求，無論你係中意城市探險啊，定係中意鄉村嘅寧靜，定係想體驗現代嘅科技，或者沉浸喺傳統嘅文化之中，日本都可以為你提供難忘嘅體驗㗎。咁此外，日本人嘅熱情好客同埋細心服務都係吸引遊客嘅重要原因之一嚟㗎。餐廳服務員嘅親切笑容，對日本工作人員嘅周到安排，都體現住日本嘅待客之道同埋精神。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同埋拖嘅片嘅話，就記得 CLSS 啦。咁最後記得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